恒大音乐签约艺人孙伯伦、阿普萨萨和恒大足校2300名学生共同演绎《追梦赤子心》。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用力活着，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，只要对得起自己。关于理想，我从来没选择放弃，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。也许我没有天分，但我有梦的天真，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。也许我手比较笨，但我愿不停探寻，付出所有的青春，不留遗憾。向前跑，迎着冷夜嘲笑，生命的广阔不离寂寞，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地求饶。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，继续跑，带着赤子的骄傲，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？与其苟延残喘，不如纵情燃烧吧，有一天会再发芽。未来迷人绚烂，总在向我召唤，哪怕只有痛苦作伴，也要勇往直前。我想在那里最蓝的大海扬帆，绝不管自己能不能归还。失败后郁郁寡欢，那是懦夫的表现。只要一息尚存劲，握紧双拳。在天色破晓之前，我们要更加勇敢，等待日